这个大楼摊起外窜，为昨下晡发生较大，建商已经出面道歉2届了。其中这位副总经理早起是再度来出面，讲这个基地就是因的起家厝，这届重建是因家族成立着建设公司了后，第一届来起厝，想袂到煞发生着意外。这建商的爹地嘛来现讲咯，这个家族是以纺织来起家，早期是做梅仔大王。 工人无用将梅仔包装装箱，即间伫三林堡福隆路的纺织厂，就是梅仔大王5档的起家厝，即马煞因为重建出意外。大家辛苦了，我先向大家提供一下原本的旧工厂，然后就是一个起家厝了。 想说这个就起家厝，就把那兄弟姐妹盖在一起，然后住在一起。旧工厂准备多金，董事长吴俊立甲亲人成立周强建设来负责起家厝的中心。经过了解，建设公司敢若成立4档，资本额敢若1500万，过去并无起厝的记录。建案头一件拍算要起地上13站，地下3站，总共47户。我们这一次的建筑是用那个。 铝模，我们要把它做的是第一的品牌，我们都是用铝模做，铝模做出来的，它品质会很好。昨暝代志发生后，建设公司的副总有随到现场去看，讲到新厝本来讲要用较好的建材。铝制的一个模板，它的一个优点就在于说拆模之后的整个结构体的一个尺寸跟表面的完整度都会比较光滑，美观性兼具。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它的整个铝模的成本造价是比一般传统木模的造价高达1倍以上。 用心计较起新厝，希望讲继续住伫起家厝的老所在，即马只能停工，还阁摕钱出来收尾。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